大家好，我係 Jessica。今日呢，我教大家點洗頭。係啊，真係教點洗頭。其實好多人都會忽視咗洗頭嘅步驟，所以洗完頭都係唔乾淨啊。而家我就一路洗頭一路講解依支洗頭水點解咁好用啦。首先濕一濕個頭先，等佢容易啲清晒啲污糟嘢。大概用5蚊銀咁大嘅洗頭水份量就得啦。然之後用2隻手沖勻落啲頭髮度，重點係要粗到起泡，記得，真係唔好咁大力噶。然之後用一隻手好似咁樣，跟住就喺個頭殼頂度唱下，點解要咁做啦？一嚟可以令頭皮血液循環，生啲頭髮都靚啲。最重要嘅係洗走你毛囊嘅污垢嘢，因為個頭每日都會分泌好多頭油，唔清潔咪積住晒，長期係咁，啲頭髮就好容易壞死。梗係啦，唔止頭殼頂，後面都有毛孔嘅位置，你都要沖下佢，等啲污垢洗乾淨，洗淨之後就唔會有頭臭問題啦。支洗髮水專針對脫髮問題，防止斷裂導致脫髮，含有金雞納、款冬花、西洋雜草強化植物配方 Provitagen Complex A， 含維生素 A、維生素 E 同維生素 C 嘅複合物。令頭髮纖維最佳生長，保護強化頭髮。維生素源 B5同埋 Oxina trichogena 植物精華，對頭髮勁有效，活化同時生長，非常適合經常使用細膩清潔、呵護，同時淨化頭皮，恢復活力，強化頭髮，改善脫髮問題，令到啲頭髮強壯。使用3個月，明顯出返頭髮。